你以為朋友越嚟越少，就代表你人生失敗？錯。你以為晚年最悲哀，細電話簿一路刪一路少？錯。你以為飲茶台上冇人陪，就叫做凄涼？大錯特錯。我話你聽，人到60、70，如果你身邊仲圍住20、30個所謂老友，日日應酬，日日飯局，日日陪笑，我可以直接同你講，你物是人遠好，你世仲未睇清呢個世界。真正睇通嘅人，朋友一定會越嚟越少。唔是因為取別人拋棄，是因為取終於肯拋棄。吉底本嚟就無屬於取其人。老友聽清楚，朋友越嚟越少，無世悲劇。細恭喜你，你終於開始活明白。你諗下呢個畫面，一個70歲嘅阿伯坐直深水埗一間就食茶餐廳，手上攞住部 Nokia 就電話，佢一路睇一路遞陳生，佢連心臟病走咗。李太前年搬去咗溫哥華，再冇音訊。老王中咗風，而家連自己個仔都認唔到。阿祥被個媳婦鬧到冇敢再出街飲茶，仲有嗰個做開圍仔嘅老同學，欠咗人一身債，而家避得就避，契一路契一路契，成本電話簿30幾個名，真正而家仲可以打得通，打完仲為清到計契，唔夠3個。阿伯放低部電話，望住杯凍檸茶，一滴眼淚無聲落食台面。而一幕你熟無熟，你屋企低長輩細咪都識過，你自己細咪都識過。香港嘅老人家最驚開冇細死，細越嚟越冇人打電話俾自己，屋企嘅電話一日響冇到2次，響嗰2次仲要細，銀行推銷同埋詐騙集團，你話悲無悲哀？但我今日就要話你聽一個真相，一個香港冇滅人肯講嘅真相。朋友少唔一定是壞事，朋友多先至係最大嘅陷阱。我見過太多老人家一世人被所謂人埋綁死，後生嘅真日日應酬，收工就去卡拉 OK， 星期6日去打波飲夜茶，返鄉試下探親，名片一疊過一疊，微信朋友圈幾百人，個個都叫徐大哥、阿頭、黃生、陳姐。佢覺得自己好威水，覺得自己是人多。直到有一日，徐病咗入咗醫院，呢個時候個真相就浮翻晒上嚟。假幾百個所謂朋友，得3個嚟探取，其中一個仲要細嚟借錢。老友，你話悲無悲涼？細呢個先教真正契七涼，冇細你冇朋友，細你成世人以為自己有好多朋友，最後先發現啟地只細你人生啟過客，甚至細你人生啟寄生蟲。蔡瀾講過一句，嘢我一世都記得，朋友無再多，在乎真。夠鐘走契就由佢走。呢句嘢睇落好簡單，但要真正做到，可能要你活到70歲先明。我話你聽，人生就好似一架列車，年青急陣，車廂坐到爆棚，個個都同你有講有笑。但列車一路開，站一路過，有低人直中環站落車去問前，有低人直沙田站落車去湊仔，有低人直尖沙咀站落車去追問，有低人直赤鱲角站落車移咗問，有低人直一院站落車就冇再上返嚟。到你去到人生嘅最後幾個站，車廂空咗好多。你回頭望，可能得返2、3個人陪住你。呢個時候，你為無謂覺得孤獨。但我要話你聽一件事，呢2、3個仲坐直道嘅人，先至係你真正嘅朋友。其餘吉低落左車嘅，取地無勢無重要，取地隻勢
本嚟就無勢嚟陪你去終點嘅人。呢個唔係悲哀，呢個係人生嘅真相。喂，大佬你冇，好在自嗨係人，人到晚年仲積住更多所謂朋友無放無勢重情義勢，你冇敢面對自己一個人。我是一個婆婆，姓黃，72歲，住直荃灣一間唐樓，娶老公10年前走咗，2個仔1個移咗加拿大，1個移咗英國，1年返嚟1次都難。黃婆婆最初隔2年，日日打電話弊低，就街坊就同事就同學，個電話簿有50幾個名，佢每日打3、4個，點知打嚟打去越打越傷心。有低人接咗電話，敷衍2句就話我趕住出街，有低人索性唔聽，有低人聽咗講佢永遠都是自己個先幾叻，自己個仔幾孝順，自己去作邊度旅行，自己買咗邊支股票，賺咗幾多錢。冇一個人問黃婆婆一句：你近排點啊？黃婆婆講俾我聽，其有一次打俾一個上市50年嘅好姐妹，講下自己個仔直加拿大生咗個孫，個好姐妹冷淡間答佢：是咩？我孫女考咗全級第一，跟住就掛咗閒。黃婆婆急晚喊咗一夜。第2日朝早，除做咗一件好勇敢嘅事，除攞起本電話簿，一個一個名簡刪到最後得返5個名。有人問佢：你唔驚孤獨咩？黃婆婆答：以前打50個電話冇人真心關心我，先係搞孤獨。而家我俾時間俾真正在乎我嘅5個人，我叫自由。老友聽到冇？黃婆婆急句：嘢值1000萬，朋友越嚟越少，唔一定係你被拋棄，好多時候係你終於學時拋棄嘅地，一直都就係冇真心對你嘅人。呢一個世界最荒謬嘅地方就係我哋成世人都被合群啊2個字綁死。時時嘅阿媽就話你要多低朋友，返學老師就話你要合群，返工老細就話你要建立人脈，結婚之後老婆就話你唔好得罪人，到你退休尾日，你先發現你一世人建立吉低人脈，9成9都係假期。真正嘅朋友無使建立，真正嘅朋友使你無使努力，佢都維持到。真正嘅朋友使你3更半夜打電話俾妻，無謂問你有咩事，只會問你戚邊，我嚟問你老友，你述一述你身邊有幾多個呢種人？1個2個定係1個都冇，1個都冇都冇緊要，因為我要話你聽一個更加驚人嘅真相，比起有錯個朋友冇朋友仲好，比起衰位嘅陪伴，孤獨仲值錢。如果你聽到呢度，個心入邊有少少刺痛，冇好急住走，坑個訂閱，因為呢個頻道無勢教你點樣事，更多人細陪你學是點樣，同真正值得契人走完人生最後這段路。好，我哋繼續。我是另一個伯伯，姓毛，75歲，住直九龍城。唔怕後生嗰陣做生意，時人多到戚限，婚宴請人擺30圍都唔夠位。徐晴日拍晒心口話：我朋友遍天下。到佢60歲退咗休，62歲中咗風，坐咗輪椅，你估佢低遍天下嘅朋友點對口？頭3個月仲有人嚟探，之後就疏晒。半年之後得返2個人肯打電話俾取，1年之後得返1個。呢個1個無勢取當年生意闖上吉低兄弟，無勢取酒樓飲茶應時吉低老友，勢取世家戚同一條街大契一個街坊叫做士龍。
士龍其時一世人都無算立，讀書無多，做開的士司機，退休之後靠 MPF 同少少基礎過日子。當年毛伯發達嗰陣，士龍成日被毛伯弟小覺得佢冇出息，但係細就細呢個冇出息嘅細龍，每個星期二同星期五準時推毛伯落樓下嘅公園曬太陽，落雨佢揸把遮嚟，凍佢帶件衫嚟。吳伯講唔到嘢，士龍就自己講當年試過食深水埗點樣，一齊打波點樣，一齊偷阿媽低錢去食雪糕點樣，一齊追同一個女仔。有一日，吳伯用反之仲可以越契手直紙上面寫咗一行字：閉洗龍。我以前遞少咗你，士龍遞完笑一笑，話是滅根客氣。試過嗰陣，你都成日閉低糖我食。老友，你聽到冇？真正嘅朋友唔使你威水急陣圍住你急低，真正嘅朋友細你冇晒急陣，仲為你推你落公園急過。呢啲人一世人可能得一兩個，有時候一個都冇，但細你有一個，你已經濟天堂急富貴。我最憎就細低人講，你要幾急低，幾低時人，幾低餐加活動。喂大佬，人到70歲，你仲要幾急時人，你是反嚟搞低，除咗細想搞你錢包契推銷員，就細想騙你入投資陷阱契騙徒。你屋企附近及低所謂長者中心，一半細好人，一半細嚟問老人家生意做。你冇好料，我講得簡直接，我無細叫你冇好出去，我無細叫你封閉自己，我冇叫你分得清楚邊個細真，邊個細假，分得清楚邊個是嚟愛你，邊個是嚟利用你，分得清楚邊個細值得你花時間，邊個細浪費你剩返嘅生命。人到我哋呢個年紀時間無細無限，你剩返契日子可能仲有20年，可能仲有10年，可能只有5年，可能連聽日都冇。呢個時候你仲肯將時間浪費食一低，見完面之後心口倚住個人身上，無值得，真係無值得。我話你聽，判斷一個朋友值唔值得留低，好簡單，得3條問題。第一，同佢見完面之後，你細充子電定細放晒電？如果每次見完你返到屋企就隔得貴，隔得空虛，隔得自己好唔開心，間個人就唔細朋友，細食你能量計妖怪。第二，取之無知你屋企嘅事，取費無費問你身體電。如果取見咗，你10年都冇知你有幾多個仔女，幾多個孫，你老婆幾時走，你有滅病間除無事，朋友是一除，食飯個陌生人。第三，如果你今晚3更半夜跌親，你敢唔敢打電話俾佢？如果你冇敢，或者打咗都計得麻煩人，間取無事朋友是一球，飲茶契，點頭之交。3條問題一審就清楚，用呢3條問題去嘥你身邊嘅人，你為發現可以留低嘅真細冇幾個，但係細呢，低冇幾個，先至細你人生改步。蔡瀾講過，一杯好嘅普洱勝過10杯凍檸茶。朋友都世間，一個真心朋友勝過10個走入朋友。一個肯食你臨終場邊握住你手嘅人，勝過100個嚟你婚宴飲你紅酒嘅人。我是一對老夫妻，姓周，2個都80歲。周伯周太住籍灣仔一間細細契單位500幾次，住咗50年，隨跌一世人，朋友都唔多。周伯後生嗰陣，細中學，老師姓隔內鄉，
務時時人。周太祖開文縣，同時都話取古板，取締兩公婆，武滅社交，突然就一期成山，一期帝勢，一期主犯。有一次我問周伯：你疊成日兩公婆，間無泯滅？周伯笑咗一笑，答我：你估我後生嗰陣冇識過未？亦叫做應酬啊！我做老師嗰陣，日日校長飯局、家長飯局、同事飯局，我以為咁樣叫做人生。直到我50歲嘅年，我阿嫲走咗，我發現我最需要陪嘅時候，個個都冇食到，得我老婆一個坐職我隔離。嗰一刻，我先明白，原來一世人真正需要嘅人得一個。周太直隔離補一句：而我一個都夠。老友，你聽到冇？呢一句一個都夠，可能是我一世人聽過最動人嘅情話。好多人成世人都活喺一個誤會入邊，以為朋友越多越幸福，錯真相細。你越識得揀朋友，你越幸福。真相細，你越夠膽拒絕假朋友，你越自由。真相細，你越接受一個人嘅時光，你越活得明白。我最中意講嘅一句係：孤獨無等於七良，寂寞先至細七良。孤獨使你一個人自在，你食飯一個人食契時候都好味，你去公園散步一個人神契時候都好開心，你夜晚瞓醉一個人瞓契時候都好安穩。呢個細孤獨，你個細福氣。寂寞就無同，寂寞使你圍住一大班人，但心入面冇一個人明你。寂寞使你去到酒樓，全台人都響度笑得你一個笑無出。寂寞使你老婆瞓喺你隔離，但你第二經紀年冇真正清過計。香港人最大嘅悲哀就係大部分人都分唔清孤獨同寂寞。佢哋以為要遠離孤獨，就要圍住好多人，點知圍住越多人越寂寞。真正契界又是反轉個方向。你要學時一個人都活得焦機，你要學時一杯咖啡自己嘆得津津有味，你要學時一個人去細院遞早廠，唔使解釋俾邊個聽。你要學時一個人搭電車由西環搭到筲箕灣，一路望住窗外，一路審人生。你要學時一個人直屋企煲一煲老火湯，斟一碗俾自己慢慢飲。當你時得一個人活得焦機嘅時候，你先至有資格去揀真正值得嘅朋友，因為你唔再需要用朋友嚟填滿自己嘅空虛。你要契細共享，契深度，無世熱鬧，契假常。如果你都覺得人到晚年唔應該再委屈自己去合群，就請留言，屈打一句：我想同真心佢人走成番契路。老友，我仲有一個故事要講俾你聽，個細我親眼見過嘅。去年冬天，我赤馬立醫院探一個就朋友。83歲末期癌症，除個病房外面走廊有一個婆婆坐咗好耐好耐。我出去買嘢食嘅時候見到佢，返嚟嘅時候佢仲坐直到，我覺得奇怪，就問護士。護士話：哦，而賈個市入邊15號場及位先生嘅老朋友，賈先生已經走咗2粒鐘。佢仲坐直度，我行過去坐直婆婆隔離。過咗一陣，我問佢：你是除滅耳人？婆婆望住我，眼有低紅。我哋無世侵出，細個一期食元朗大70年朋友，70年。我聽完呢2個字，起晒雞皮。婆婆繼續講。佢冇仔女，老婆走咗20年，呢幾年得我一個嚟探隨。今日佢走咗，我要坐職呢度陪佢多陣，因為出去之後，呢個世界就再冇一個真正認識佢嘅人。老友，你聽到冇？
呢個先叫真正嘅朋友。嗰先叫朋友嘅意義，唔是食飯，唔是打波，唔是飲茶，唔是開 party， 唔是直賓宴上面舉杯，是藉你臨終嗰一刻，隨肯坐席你隔離嘅走廊，多陪你幾個鐘。總朋友一世人得一個已經夠，冇都冇緊要，因為你自己都可以做返自己嘅呢。總朋友，蔡瀾講過一句嘢，最好嘅朋友是自己。呢句嘢年青及陣聽為覺得酸，覺得孤僻，但係細活到我哋呢個年紀，你先明白呢句嘢係最溫柔啟真相。因為你唯一由出世陪到臨終嗰個人就係你自己。如果你連自己都冇時做朋友，你外面時幾多人都係假。如果你時得同自己做朋友，你一個人都可以活得好圓滿。老友，我今日想同你講嘅嘢好簡單，朋友越嚟越少，冇係你嘅損失，係你嘅福氣。因為真正屬於你嘅人本嚟就冇幾㗎，你剩返個日子唔應該再浪費喺假朋友身上，你應該光心力閉返自己，閉返嗰兩三個真正在乎你嘅人。飲茶冇一定要坐10個人一台，2個人一台，慢慢清反而更加金。過年唔一定要開30圍，得幾個真心人圍埋一台，反而更加暖。離開呢個世界隔日，唔會一定要人山人海嚟送，得幾個真正明理嘅人席場邊，反而更加有尊嚴。我唔使叫你封閉自己，我唔使叫你冷漠，我更加唔使叫你怨天怨地，我使叫你清醒，清醒咁揀你嘅朋友，清醒咁用你剩返嘅時間，清醒咁決定邊個值得你佢晚年。呢個世界唔係因為你時得多人而犀你幾低，呢個世界只係因為你時得簡言契人而祝福你。有一日你坐席茶餐廳，面前一杯熱奶茶，一碟菠蘿油，對面坐住一個相識50年嘅老朋友，你哋唔是講太多，而就間經跟食，你忽然發覺原來人生計圓滿，無事熱鬧，是呢種安靜契陪伴。你會發覺你一世人追求契，亦原來一直都值呢一杯奶茶入邊，縱時刻比起10場婚宴、100次飯局、1000個微信朋友都要真實得多。老友聽住，人老咗最緊要冇識有幾多人制得你，而四值你剩返嘅日子入邊，你有冇好好珍惜緊幾個真正肯計得你嘅人？朋友越嚟越少，無勢悲懼。朋友越嚟越少，係你終於分得清楚邊啲係真，邊啲係假。朋友越嚟越少，四老天爺直，你人生最後吉段路，同你講一句，舊啦唔使再應酬啦，剩返契時間，留返俾真正值得契人啊！咁咪即個先叫做學明白，呢個先叫做晚年最大嘅奢侈。我最後想問你一條問題，你無事即刻答我。你返到屋企斟一杯茶，慢慢審。如果由聽日開始，你冇再勉強自己去見任何一個，見完之後令你冇開心嘅人，你嘅生活為無會清爽好多。如果由聽日開始，你降低時間，只留返閉格2、3個真正在乎你嘅人，你嘅心為唔會踏實好多。如果有一日你走契時候，得1、2個人肯坐席走廊陪你多幾個鐘，你為無謂覺得其實一世人已經夠。留言話我知，斥你嘅人生入邊，如果只可以留低一個朋友，你會留低邊個？點解？老友剩返嘅日子唔多，唔好再委屈自己啦。